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3月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，历代志下卷29章第1节到11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洁净。洁净分别罪性自洁等等的议题，伊是伫咱斋戒月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对三恢复节开始的40天大斋节期，所咧讲的主题大多数就是说到即个要安怎预备家己、洁净家己，甲上帝建立好个死正的关系。洁净也是圣殿起造的基础，这是伫咱昨所读的途径分享的中间所讲到的。纯正的方向、纯洁的思想、正确的目标，是基督教会所爱应当坚持的。伫明仔载的途径的分享的中间，咱还佫会继续来讲到耶稣基督清起圣殿的代志。清起这个甲分别罪性基本上的概念是同款，但是问题伫表达以及了解有一寡无啥同款。比如讲分别罪性，也是讲正性，伫英语咱会用这个 sanctified 来表达。明日的洁净，咱就会用 purified 来讲迄个纯净来表达。虽然伫文字的了解无同，但是拢是被动的，就是互上帝来甲咱洁净，甲咱过滤掉。历代志下29章第1节到11节，就是讲到希西家王的时代，因伫迄个所在来这个重新来整修圣殿的代志。上重要的一样代志就是洁净圣殿。历代志下29章第1节到11节，希西家坐伫在位的时阵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比娜，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。希西家做上主看最好的事，照伊的所祖先代笔一切的所做。第3节这段的标题叫做洁净圣殿。希西家做王迄年的正月，伊开上帝圣殿的门，进行整修的工作。伊调集济的祭司甲利未人来圣殿东边的广场，对因讲：利未人，听我讲，恁着家己圣化归上主，也着将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殿分别罪性。将圣殿所有的污秽摒清去，因为咱的祖先有犯做上帝，咱的上帝最歹的事，气杀伊，无伫伊上主徛起的所在。因佮关圣殿走廊的门无点灯火，无伫圣所来烧香。无献烧化祭互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所以上主会大受气临到伫犹大甲耶路撒冷，互因受人踢笑，互人来惊吓，感觉恐怖。
亲像恁亲目看到安尼，所以咱的祖先互人刣死，咱的查某囝嘛互人掠去。现在我决定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立约，互伊无搁对咱发大受气。我的囝毋通搁放娃娃，因为上主有竞选恁徛伫伊的面前来服侍，对伊烧香献祭。甲上帝定心立约，必须爱建立伫迄个圣洁的基础的顶悬，就好亲像摩西甲上帝见面建立的进程就讲到的，人的圣洁其实是被动的。上帝甲摩西讲，将你的骹顶的鞋脱落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洁的。所以伫咱知影，咱咧讲到圣洁，人就是来用被动，也是讲伫原文英语的翻译，拢看到是被动态的文法。希伯来书嘛，甲咱讲，伫洁净毋是靠咱家己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伊的保护。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。标题讲到基督的牺牲，互人的罪得到洁净，照天顶的款式所封造的物，需要用精生的火来洁净。毋过天顶的原物需要用比这会更较好的祭物来洁净。基督入去的并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。伊是入去天顶的真圣所，伊现在是为着咱出现伫上帝面前。基督毋免一遍搁一遍献本身，亲像大祭司着当年继续带精神的火入去圣所。若着一遍搁一遍献，对创造世界以来，基督着一遍搁一遍来受苦。毋过现在伫即个世代的落尾，伊只有出现一遍，将本身献做祭来除去罪。照所注定，人着一遍会死，死了后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罪人的罪，伊的第二遍显现，毋是要对付罪，是要拯救迫切地听候伊来的人。人类的祭司每一年拢得爱献祭。为着家己献祭嘛，为着别人献祭，但是却是一年搁一年的重复犯罪献祭的这种戏，永远无有停止。但是对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，却是一摆会通得到洗清气，正做洁净的人。心洁净，无搁再心术不正，偏离主道。当咱领受基督的救恩，就已经互伊的保护来洗清气，就应该活出圣洁来见证主的名。诗篇84篇，因无上帝的殿院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遐尼意爱。我乱无上主的殿，要分去。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来作秀，连鹰啊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
有囝会寿，行去伫你一定一定的人真有福气，因称赞你无煞，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，因迫切爱上色安山来朝圣，因经过一大雪山谷拢变成做庄园，秋雨降落，福气满满，因哪行哪有快乐，拢要伫色安来朝见上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祈祷，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，求你赐福，互你所设立的王，伫你会听一日，较赢过伫别位点1000日。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，嘛毋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，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，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感谢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牺牲，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正做世间人的祭司以及献祭的大罪羊羔，互阮会通正做圣洁。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